兄弟平安，咱礼拜要开始，请备办心。思琴，请奏乐。我的心静静，专有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这是咱献开圣诗第31首。咱着感谢主耶和华，请会众起立吟全首。
员徛底，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人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神，公道的教会，圣堂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掀开圣诗后壁，伫咧1053页，课英文第30篇。显着我来去，恁来用。我夜头看山，我的目睭对上主来。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绊倒，你的保护袂拄眠，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遁眠。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阴的保守你。日时日头袂伤你，暝是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即是我来祈祷。亲爱的主，我要来感谢你，伫咧即个礼拜当中，无论发生啥物代志，你教咱三角伫地，互你的喜乐甲平安充满阮，互阮充满愿望。阮若是有做啥物代志，得罪着上帝，求你来赦免阮。你的荣光光照阮，互咱思想你的慈爱，互阮活出你的款式，诚做见证。嘛，互阮会当自信伫你的心上，心思意念充满着正直公义，开阮的心，互阮等者会当透过林耀明长老的讲道，会当有好的领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好，这是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1点，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升读圣经学院主日，欢迎林耀明长老前来请安甲讲道，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第2点，小会公告，因应本土疫情，请遵守政府的规定，防疫相关政策。伫厝防疫的兄弟，请利用 YouTube 收看主日礼拜直播。第3点，本会70周年祠堂事工，新开拓的清风敬拜中心，伫咧土库路276号。本主日下午3点来举行启动礼拜，敬请兄弟特别奉献甲代祷。第4点，本会2022年下半年度装备课程将伫10月7号拜5起来举办，欢迎兄弟伫本主日前办公室来报名参加。第5点，本会定伫9月28拜3暗时7点半到9点半，伫咧敬拜中心举行山间灵风吹来高雄特会。当日的祈祷会合并伫咧敬拜中心，讲师李宝成牧师甲牧师娘，施正仪牧师甲牧师娘，敬请兄弟尽力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第6点，下主日10月2号下午3点半，伫咧主堂召开10月份的定期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结构的所长甲同工列席参加。第7点，10月1号拜六，极光音乐伫咧敬拜中心举办以爱之名园游会甲音乐布道会。园游会伫咧下午4点到6点，布道音乐会伫咧暗时6点半到8点。园游会一场的费用是30块，9月30号正常来购买只要250块，当天恢复原价。请小组长协助组员来购买，请请办公室单配分干事，
欢迎兄弟邀请新朋友甲厝内人做伙来参加。第8点，本会定伫下主日10月2号举行2022年中庸主日敬老活动。70岁以上的寿星，本会赠送红包来祝贺。70岁600块，80岁1000块，90岁2000块，200岁3000块。40岁以上的名单，请看周报第8到第9页。若是有漏交的，请告知办公室的陈佩芬干事来以便补正。第9点，本会庆祝释教70周年的系列活动，感恩礼拜甲感恩参会，时间伫咧10月15号，拜六上午10点，地点伫咧灵皇宫，费用200块。本会会友65岁以上的时代免费，请伫9月30号拜五前到办公室来陈佩芬干事来报名参加。敬请小组长协助做完报名。要坐共一道的10个人一道，嘛请做伙报名，应被安排座位。中间参加的本会赠送70周年纪念品甲见证集。第10点，本会即日起是70周年职堂宣教施工的义卖批大甲批件，每一件500块，欢迎兄弟到1楼的广场来购买。具体消息，第1点。新营牧区定伫10月23礼拜日下午2点半到5点，举办都会公园半日游，费用100块。欢迎新营牧区的组员到伫10月9号礼拜日进前，甲小组长来踊跃报名参加。第2点，有功幼儿园家庭情绪教育讲座，时间伫咧9月30号拜五暗时6点半到8点半，地点伫咧富堂。欢迎做伙来认捌、分辨甲管理情绪，学习运用正向的力量来改善厝内人的关系。第3点，社青牧区定伫12月10号拜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举办财务蒙福读书会，费用自由奉献，人数40人，社青25人已经报满，还佫有15位的名额，报满就停止报名。讲师狄朴仁，欢迎兄弟尤文斯干事来报名。咱教界消息，请洪牧师。这大平安。伊今日下晡2点半到5点，咱伫家庭幸福海洋湾要有净滩的活动。请咱有报名的兄弟准时到迄个所在。这净滩是真有意义要帮助咱台湾海岸迄个清气的粪扫来得到清气毋望咱大家若下晡有闲，咱来伊个中间来参加。过来就是第2点 ，KFI 印尼之友伫10月初9下晡2点到5点，伫咱高雄南国商区这所在咧举办园游会每一张的园游券是100块，毋望咱来参加过来就是咱今日下晡3点，伫清风敬拜中心要开始咱第1场开头的礼拜。请咱为着这项事来关心代祷。咱也为着咱过来这个拜3的祈祷会，咱无伫遮，咱伫敬拜中心有一个举办三千林峰吹来高雄的特会咱邀请李宝胜牧师甲徐正义牧师翁仔某这两对牧者翁仔某来分享这个属灵的响应邀请咱兄弟大家来参与，多谢。好，这是咱来掀开圣经，伫约翰福音第1章35节到51节。白话字伫咧新约102页，台语伫咧105页，和合本伫咧126页。现着我来强读35节。过隔日，约翰甲伊2个学生伫徛，看见耶稣伫行，就讲：“你看，上帝羊羔。”迄2个学生听伊所讲，就缀耶稣。耶稣活转身，看因伫缀伊，就甲因讲：“恁咧找甚物？”因甲伊讲：“拉比，你踮伫倒落？”耶稣甲因讲：“恁来就会看见。”因就去看伊所住的所在。
迄日甲伊杀甲大。迄时约了10点钟，听约翰的话，内底耶稣的2人，其中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伊大声拄着因兄弟西门，甲伊讲：“我已经拄着弥赛亚。”就带因就近耶稣。耶稣看伊讲：“你就是约翰的囝西门，你要称作基法。”过隔日，耶稣要去加利利，拄着腓力，就甲伊讲：“对我。”腓力是伯赛大的人，甲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拄着拿但业，就甲伊讲：“摩西记伫律法甲遮的先知所记的，阮已经拄着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甲伊讲：“拿撒勒检袂出啥物好物吗？”腓力讲：“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就近伊，就指伊讲：“你看，真正是以色列人，心无鬼客。”拿但业甲伊讲：“对倒落捌我？”耶稣讲：“腓力还袂叫你。你伫无花果树骹，我已经看见你啦。”拿但业应伊讲：“老毕，你就是上帝的囝，你就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应伊讲：“因为我甲你讲，我已经看见你伫无花果树骹，你就信吗？你要看见代志比遮个较大个。”佮甲伊讲：“我实实甲你讲，恁要看见天开，上帝天使就落伫恁主的顶面。”即时，俄勒，阮请附录信歌队。
各位兄弟大平安，今日是咱总会圣经学院纪念奉献纪念主日学院派林姚明长老伫咱中间要讲道分享。姚明长老伊是曾经捌伫是圣经学院担任总务长。圣经学院过去捌培育真侪牧师娘、真侪牧师。咱何爱金牧师就是圣经学院医学系声乐毕业的毕业生。今日真欢喜咱邀请姚明长老伊咧当中代表学院来分享。虽然圣经学院即摆目前无招生学生，总是学院目前了两个方向来规划时间。第一就是牧者的进修灵修甲进修；第二就是信徒的培育知性甲灵性的培育。毋茫咱今日来通过圣经学院这纪念主日，咱三甲为了因关心大道奉献，互学院未来面对伫咱的牧者也是信徒的教育中间，有真侪充分的经费来正做培育的帮衬。咱即是来邀请林耀明长老甲咱分享。所敬听由冲教会兄弟大家平安。因为圣经学院主日的关系，互我会当搁一遍来甲大家做伙敬拜上帝，也这是我真欢喜的代志。因为由冲教会是我真意爱，也看做真学到上帝的教会，伫遮有上帝的听，有上帝的恩典，也有上帝所赏赐的快乐。所以伫遮我毋是该讲上帝话尔，伫遮我嘛甲各位同时间来领受上帝的听。也今仔我用诚侪文图做题目来甲大家分享。我用约翰福音第1章35节到51节。约翰福音伫即个所在。约翰伊写约翰福音是上落尾伫四福音书内底，伊是写互希腊人看的，所以内底有一寡物件，伊的编辑是无相像。所以平真侪文图，我要讲的是约翰福音，伊讲着耶稣去调第一批的文图的经过。伫马太、马可、路加内底，拢有去讲着耶稣调文图的即个经历，但是独约翰福音所讲的方式是甲其他的三个福音书无相像。起头咱就看见第35节，搁假日，搁假日表示头前有2天的时间，头前的2天就是约翰来，所以罗马的祭司头讲你到底是啥物人？伊就问伊讲你是基督，还是以利亚，还是先知的一个？伊讲我拢毋是，这是第一天。第二天就是看到耶稣的时，伊甲伊所有的门徒讲。这是上帝的羊羔。今仔咱看见的，各假日就是第3天。约翰跟2个学生徛伫遐徛咧，耶稣行过，恁看上帝的羊羔。因为伫遮已经是第2遍啦，所以这2个学生随时就去对耶稣。耶稣看见，有人在对伊，伊就回头甲讲：恁在找什么？恁在找什么？学生去对耶稣的时，耶稣发现这是
约翰福音内底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恁在找什么？无论你是安怎来教会，无论你伫教会偌久，当耶稣咧问即两个要对伊的学生的时，是毋是嘛相像伫问咱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恁来教会，恁在找什么？阮囡仔的时，迄阵无啥物网络啦吼，嘛无啥物游戏，吼，阮去大学，阮迄阵就是拍乒乓，去大学无机会，拄学2种英国毋捌。老爸老母可能无爱阮去学的物件，一项叫做棒球，一项叫做麻将。哇，迄真趣味，哦，迄真正真趣味，有哪会疯啊吼，会去沉迷。但是迄阵所有的生活，大概教会要诚侪阮生活的重心。真侪人来教会，就是教会真趣味，教会真温暖。青春期教会有真侪缘投甲美丽的异性。所以大家会讲，来遮有伴会当佚佗。所以要甲咱问的是，每一个人受呼召、受邀请来教会的原因拢毋是。但是不管你是安怎来，主要说要问你在找什么？当安尼问的是，即两个学生甲讲，列比，你点伫倒落？单话点伫倒落？伊遮咧讲的，毋是讲你住倒位哪点？你是讲你是对倒位来？当然，列比咱大概拢知影，列比是老师的意思，就是讲啊，老师啊，你是对倒位来？哦，意思是讲啊，老师你是咧创啥物？耶稣就甲因讲，恁来就会看见，来就会看见。华语讲你们来看看，英语讲 come and see， 你来看。这伫因当时咱用阿兰语咧讲的时阵，阿兰语是因耶稣迄个时代因地方所讲，亲像咱河洛话遮通俗的一个语言，所以伊讲恁来看卖啊呀，恁来看卖啊。当因有一个较大的问题，无法度随时3-2句话来解决，还是讲伊爱需要讨论呢，因拢会讲 come and see， 恁来看卖啊。所以耶稣邀请即两个学生，因为恁问讲你点伫倒位，所以就邀请伊到伫耶稣的所在，伫遐有一个规工的时间，伫遐甲伊讨论。圣经讲，迄时约略4点钟，就是下晡4点的时间，所以有规暝的时间到隔工，拢伫遐甲耶稣有真好的对谈。耶稣甲伊分享，伫伊出来要宣扬道理的这个过程内底，伊的想法伫遐有真暝的时间。所以，咱来到教会了，你要找什么？咱来到教会了，你来，你有想，人生因为愿望而伟大，但是你迄个愿望已经设立伫遐，你有用什么款的功夫？你有开时间？你有费用你的精神去追求无？咱来教会久久，牧师教会拢真努力来培育咱。特别咱油厂教会牧师是有策略，伫一个组织的训练的内底是真用心，也真有温素的牧师，所以咱教会真侪培养。但是咱是毋是对得行？咱是毋是伫遐有得到成长？咱是毋是有用心伫遐甲主耶稣有真好的对谈？所以要紧的是对4点钟到隔工，因伫遐有真好的对谈。这也要提醒咱。伫咱追求的过程内底，咱随时爱伫信仰顶悬爱努力，随伫信仰的顶悬爱甲上帝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伫遐有领受，有得到重新的快乐甲骄傲，就咱要伫信仰的内底徛在。所以当伊看了的时阵，隔工，其中有一个学生叫做安德烈，伊是西门彼得的兄弟。伊听到主耶稣甲伊讲了，伊第一件代志是啥物？走去甲伊兄哥讲，我拄着弥赛亚。当初的犹太人伫迄个所在，因真期待就是旧约所讲的即个弥赛亚是因的救主。看到即个大欢喜的好消息，伊第一个就去甲伊的亲人讲，就甲伊的亲人讲，哥，我看到弥赛亚，我足欢喜啊！因两个就进来到耶稣的目睭前。耶稣看到彼得，第一句话甲讲是啥物？伊拢无讲别，伊讲你以后无要叫做西门，你要叫做基法。
技法翻译就是美德，是照办的意思。所以，这有2项代志可能爱小可说明。第一，当初犹太人、以色列人、犹太人伫遐，因拢有几个名，因为因本身是讲希伯来语，但是伫地方因讲阿兰文。然后因遐是受罗马的控制，所以希腊文嘛是因爱使用的名。你毋知有感觉无？你若四福音书甲悄悄找出来吼，我到即马是还袂有结论啦吼，是还袂有结论。你来看12个学生的名，你有法度用较照无？那即本讲安尼，迄本讲安尼，啊无即马是安怎？是伫无上时代12个学生无上人吗？其实毋是，是因为因有2、3个名。所以每一个人拢有2、3个名在使用，伫遮就是因为即本册是写予希腊人看的，所以伊讲翻译就是彼得。西文彼得以后要诚少调节。台湾人嘛足爱改名呢，咱有改名过吗？在座有人改名过吗？我无要问你什么原因，因为台湾人改名有足侪即个原因啦吼。阮囡仔的时阵，迄阵因为阮叫战后婴儿潮，迄阵有生足侪，农业社会吼，拢较爱查甫的，若偏偏拢生的拢查某的时吼，这许多人可能心内较无遐欢喜啊吼，无欢喜有当时吼，拢甲表现伫倒位，好命啦，迄命，阮兜隔壁生7个拢查某的，尾仔因较甘愿，就无搁生啊。阮太太因兜5个查某的。加在尾仔2个是小弟啊，无嘛是7仙女就对啊。所以有个人的名会号到真正无像话叫做罔翅啊、罔腰啊，阮阿姨叫做嫌啊啦，真正害伊一世人有呾真互人嫌安尼吼。台湾人改名除了讲当初无好听以外，就是讲要改运气啊，要改运。真有个人讲改名的，改名的改运。我叫林耀明，阮某叫柯美基。我进前，我28岁就结婚啊。但是吼，上帝赏赐侪互我足感谢。但是独有一项伊拢无互我，就是我生无囝。我讲你哪会，你哪会遮晚，哪会囡仔遮细汉？伊讲，我讲都生无。你是较晚娶，阮无咧，我正常娶。我13年才生一个祖囝。你哪遐久？问这我都毋知要安怎甲伊，我讲都无人教，所以生囡仔即个代志，伫阮翁仔某内底是足大的功课。我迄阵咧做电脑的时候，我服务台中六信，这讲应该无关系。因有一个协理，因大家同事拢叫伊半仙，伊讲你来，伊看我的名，佮看阮某的名，你爱改名，无你即世人无囡仔啦，改名就会生囝呢，毋免阮某无要紧呢。伊是无讲即句啦。改名有足侪原因，但是我尾也是无去改啊。教会顶落去改名，为着要生囡仔，我真讲袂使会过。但是上帝落尾嘛是有赏赐一个祖囝，今年大长20岁，昨天20岁，爸爸妈妈都没有跟我在一起，我过20岁，阮心头迄块肉，感谢上帝，互阮晋级做老爸老母，互我有足侪学习，我拢讲阮是咧补修学分。改名毋是为着要生囝，改名有的人是为着要好业。伫遮改名，咱对信仰的角度，我要甲咱讲，你伫定心伫上帝面前立志的时，你会当互家己有一个新的名字，就是咱要去敲找上帝伫咱的心上，伫咱的人生内底，是毋是伫迄个坎站，就互咱有一个目标伫咱的心上的顶悬。伊有一个计划，要互咱的一生去完成，就亲像彼得，伊要做教会的照盘，做教会的调节，做教会的地基。所以第一捌去看到的是，伊就把这个计划放伫彼得的心上。咱要安怎知影讲咱的上帝伫咱身上的这个计划是啥物？伊期待咱伫这个人生内底来完成什么款的这个大的事工？Google 可能找无，Google 林耀明上帝的使命，这应该是找无。你要甲上帝有较济的这个交陪，甲伊有直接的对话 ，direct
dialogue， 迄个对话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就亲像对4点钟到过工的时间，伫遐有真好的对话，就你要去敲揣上帝伫咱身躯所期待的迄个计划是啥物。所以伫遮彼得伊就诚做上帝一个真要紧的一个门徒。搁来搁过日，耶稣去撞着腓力，啊讲来对我，腓力就足干脆，伊就来啊，来对。腓力伊来对耶稣了，伊第一件代志是啥物？伊讲伊毋知有兄弟无，我毋知，但是伊甲伊上好的是啥物人？拿但业，伊就走去甲伊讲哇，那，我去撞着弥赛亚，就是拿撒勒人约瑟的囝，叫耶稣。拿但业，咱若看到遮吼，我伫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真正，互我用过足大的困扰，得到解说啊。拿但因啥物你知啊？伊讲拿撒勒会当出啥物好物吗？我讲话遮咸。讲伊当初伊迄个时代是有伊的背景，对两个所在，咱知影拿但业是有在读圣经的人，伊是一个虔诚的人。讲话安尼有伊的因端。第一，咱所有的祭司所有的祭司头祭司拢是对倒一族出来？利未族，感谢主，对利未族。拿撒勒耶稣，伊毋是利未族，伊是倒一族？伊是犹太。第二，因地方甲地方内底，因拢互相，咱讲文人相亲，因是讲，譬如讲，咱油厂甲南仔坑甲后硬，可能彼此吼相拼，有当时也会小可看紧，加减甲亏者，加减甲因看袂起因安尼。国际上最有名的就是荷兰甲比利时，因两个国家拢无大，但是足密切的，一时走来走去拢会做伙，所以因的人民吼。比利时人讲荷兰人很小气，荷兰人说比利时袂变巧，所以亲像安尼，所以伊咧讲拿撒勒哪有可能出啥物好物？但是腓力真要紧，伊讲，伊拢无甲伊争辩哦，伊无甲伊相争哦，伊单讲两句，来看啊！所以伊带到耶稣遐，耶稣看了讲，这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是以色列人。圣经是华语本是讲真正的以色列人，伊才讲真正是以色列人，伊的心无鬼客。那当要讲，你敢若看到我，你就知影讲我是真正的查甫人，毋是？伊讲我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有以色列的传统、以色列的气质，甲以色列的迄款的愿望甲期待。所以你哪会知我？伊讲当你伫无花果树骹的时，我就看到你啊。当腓力还袂甲你招，你伫无花果树骹的时，我就看到你啊。讲到即句尔，那他切一个讲，哇！你真正是基督，你真正是弥赛亚。是安怎样呢？这我嘛唔知影。恁敢知影这是安怎吗？这对话太多玄机了，这内底有足侪物件，咱是唔知影。咱遮上多大概是大樟青啊，伫以色列迄个所在，伫加利利迄个所在，因遐有两种树仔上多，一种就是葡萄树，所以因种葡萄种真多；一种就是无花果树，无花果较大丛，伊的叶仔大个，要蜜软较好味，有一当足侪年，我真爱讲即个故事，我感觉对我有真大个，就是迄个吴念真即个导演，伊伫一个母亲节的时阵，伊有拍一出来讲到咱妇女真辛苦，所以伊就去拍各行各业的妇女，就去做裁缝的啦，做生理的啦，其他这尾啊，伊就去采访一个残忍哦，透中昼一残忍咧做事的负责人。伊讲啥？哇！你家己一个咧做事，伊讲嘿啊，无做哪有通食？我透中昼遮辛苦，恁人呢？阮人足无用呢。是咧无用啥？伫咧树仔骹泡茶交政府啊！即句我听啊足亲切的。所以泡茶交政府是因某真切，切讲阮人无来甲我斗相共。但是即个泡茶交政府是有学问的。咱一般庄城内底
要来讲公共的事务，要讲政治，要讲国家的代志，甚至古早就拉你了尔，只有收音机啊、电视搁拄好定有，所以因的消息的来源就是伫遐泡茶，伫遐互相分享，伫遐理解，无论是社区、县市、台湾，或是国家有啥物代志，拢伫迄个泡茶内底，吼伫遐分享得到即个消息，所以查甫人真爱去伫遐泡茶，伫遐讲话。当然，若无欢喜的时，就会调政府。政府有一个足重要的角色，就是互咱讲调较歹听吼，就是互咱骂啦吼，就是互咱骂。所以以色列人因在讨论这代志的时，因无伫迄庙口，检察因嘛有伫咧会堂内底，犹太人伫会堂内底，但是因真接就是伫无花果树骹。因可能无泡茶，但是伊伫遐因自治的所在，所以当伫因真压力，伫民族真受压迫的过程内底，哪当业时常伫无花果树骹，伫遐灵修，伫遐思考，伫遐甲上帝祈祷，伫遐来看去伊的望，伫遐对上帝来求，弥赛亚你着爱紧来。所以当耶稣讲，你伫无花果树骹的时，你咧甲我求啊，所以我已经知影你的心。当伊讲到即点的时，切一下，你真正是基督，真正是弥赛亚。咱来信耶稣，毋知是啥物款的原因。咱进入教会内底有做的代志，是毋是一时间的？咱爱用心，咱爱甲上帝交陪，伫遐有直接的对话，就咱要离开迄个邪灵的起头，真侪一个形式。咱无搁做一个信徒，咱要来做一个门徒。门徒爱有真好的培育，你甲上帝爱有真好的关系。当你甲主耶稣甲上帝有直接的对谈，伫遐建立直接的关系的时，你就真欢喜，你就愿意自发性会去甲别人讲。所以福音的宣传爱起做伫咱甲上帝的关系内底，真欢喜。咱油厂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咱下晡就阁有另外一个新的敬拜中心要设立伫土库的所在。上帝听甲咱伫地的时，咱毋是关在厝内来学老主那定，咱就出去宣扬、去讲着上帝伫我的身躯内底迄个大的恩典。咱无阁做一个无阁做一个门徒，咱就要进入使徒，有使命感、有实践的能力的即个部分。今仔日是圣经学院的主日，圣经学院今年拄啊好70年，足足加我10岁。无说伊讲着我几岁。我伫遐2年久的时间，我甲伊有真深的体会。对台北成立了到德北搁刷来到即摆的新德市，即个过程内底，阮真正要感谢上帝。将近2万平的一个土地，当初买足俗。你当下来，你哪有通？阮也无足侪钱，买迄块土地买真俗，因为迄块土地无人要买，是安怎？迄是火葬场啊！日本时代，在出，台湾人无爱即个土地，但是迄树啊大丛，所在真阔，外国人来，因教会，咱教会就甲买伫迄个所在。所以伫遐拄啊好到今年60几年啊，61年啊，62年，所以伫遐，所以62年，拄啊我出世迄当成立仁光幼儿园。我去遐时，我感觉，我甲即间学院有真好的连接。伊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训练信徒，互因成做门徒。伊训练真侪教会的干事，真侪音乐干事，真侪事务干事。因注重的是一本册尔，叫做圣经。所以迄阵，互一寡村里较送乡，或是讲对人去佚佗的迄款少年人，拢捡来遐，伫遐有用王永世老师院长，伊用圣经、用上帝话来教育因，所以因尾也伫国教会诚侪真要紧的角色，互因会当放离开迄个佚佗、迄个甲社会化的部分。来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要调一个人，咱袂用毋知影讲伊的意思伫倒位，咱只有一世人去敲揣，甲去体会，讲原来上帝是要叫咱做啥。咱若袂当体会，谁因去调遮侪
怪怪的背景的人来做牧师。但是咱看见对结果论来看的时，才有特殊，因为较袂晓读册，出现较无伫遐学，甚至有学歹的遮真做牧师的人，因伫教会治理有伊特别的温顺，有伊特别甲人无相像，甲遮读册囡仔，读到硕士来做牧师的，完全是无相相款的，即个牧会的即个方式。所以伫即个过程的内底，咱知主要伫咱身上真大的事工。但是久长以来社会的变迁，即摆学校愈来愈侪，甚至大学嘛足侪。当咱直接讲，就是中央大学成立的时阵，中央伊就有学历，出来毕业就是会当有教育部的即个证书，毕业证书。但是圣经学院无，所以圣经学院渐渐就无搁扣学生。所以7、8年前，新的院长来了，伊就开始来改革，做一个转型。当初有足侪付款来负债，但是伊渐渐来整理，对收学生，甲转做一个教育，继续来培养平信徒。除了继续的平信徒训练以外，伊搁来训练牧师，因为咱的环境真正足好，所以伊就甲牧师有开真侪特殊。即个灵修甲自修的这个课程，牧师是真辛苦。我的阿嬷是第一代的信徒，伊真认真我的信仰，伊定陪牧师出去探访。伊无读册，但是会晓看白话字的圣经，圣经真了解。透早4点外起来，就是要去查天祈祷会。大孙的信仰伊真要紧，但是我要考大学的时，伊甲我讲一句话呢，伊讲听讲起考嘛袂歹啦。我讲阿嬷，我毋是读迄个，我无法度做起考啊。嘿啊，伊讲安尼无要紧啊无影，因为阮老爸甲我讲尽量考啦，考无较去读新学院啊。阮阿嬷讲，咱莫去做牧师啦。我当场差一点换目镜，才跌破眼镜。阮阿嬷才听上帝，阮阿嬷才听牧师，阮阿嬷对圣经才认真，竟然叫伊大孙讲，咱莫去做牧师啦。但是咱爱听牧师。因为牧师一个人对正人，伊毋甘伊的大孙去受迄款的苦啦。所以咱有教会有足侪牧者，因真正爱面对足侪的代志，要安怎去训练遮个牧者，互因会当伫无相相款的即个服侍的过程的内底，领受上帝的恩典，嘛会当得到咱同工兄弟姊妹的协助，共同来为主的圣工来拍拼。咱来看好无？麻烦迄个台语的伊有拍一个。要到2万平的所在，进前蔡英文，学一讲牧师，伊是总统，伊讲新竹阁有一款所在，规个拢总是树啊，中有一条大沟湾叫做约旦河，所以阮若住伫迄边，拢是逐工约旦河西个约旦河东来上班。咱学院伫每一学期规划课程，甲邀请的讲师，拢用祈祷的心，毋茫借这诚侪传教者的目益。伫草原无用的服侍中，通过上课，互牧会生活更加有活力，重新互上呼召的心有热情，互咱的身躯甲心神伫灵修甲进修了后，得到更新，将课程这个目标带动去教会分享，互教会众兄弟做伙成做伊伫这个时代变做有活命的人。上过课的传教者捌安尼讲，感谢上帝。圣经学院提供的课程，互教会传教者得到真好的资源甲帮助。咱听到这话，是反映咱学院的课程毋但有理论，也有实践。除了每学期斟酌规划互传教者在职进修以外，咱学院也有基督教灵性课程的规划甲教学，对咱的总会到地方教会拢有实质的帮助。另外，咱学院也借着艺术，成做灵性形成的管道。每年圣诞节，大多数教会拢尽心尽力在布置，总是较无注重受难日，也是过活节。咱圣经学院今年有特别设计一套，对受难日到过活节的布置，互会友通过这艺术品，产生对信仰的想象力，对受苦甲过活更加有灵性的意义。咱学院
借着学班的课程，丰富真理的学习，以及灵命的更新。70年前，对上帝来的听，感动美国、加拿大的宣教师，阁有北美的教会兄姐的奉献，接起做咱圣经学院。宣教师甲台湾的同工做伙做工，互校园成做神圣的空间，建筑物充满基督的香味。咱学院全体会伫这个时代继续努力，亲像乳香的见证甲服侍。咱毋望提供教会一个优质的教育场所，延续信仰的造就。虽然有受到疫情真大影响，又原无放弃每摆服侍机会。无论是教会或机构，需要同款的教育训练，就是提供圣徒组织敬拜的礼拜堂、团契小组办活动的空间，包括食甲大等等，拢会当达到咱学院的意向甲目标。我愿意献工、献时间、你献金，这是咱教会真水的传统。邀请你为着圣经学院来关心大道甲福建，多谢。圣经学院的大树啊，有足多真悬真大，底下有真多小动物。我迄阵做总务长，敢若用遐个小动物嘛足麻烦。上后食鸟啊是啥物？是猫啊。猫仔逐项都食，连咧果子肉都去互咬死。大厝歹摒扫，当我要去整理遮的时阵，爱用足侪的时间。阮的草埔是足快，40%差不多60-70%拢是草埔。阮爱有一个同工，一年四季差不多伊80%的时间拢咧割草。尤其若春天甲夏天的时阵，你对大门口路到上后壁，头前搁长啊，所以伊就是逐工就是伫遐咧割草，逐工伫遐割草。当遮侪年以后，足侪厝体拢爱搁整修，所以我迄阵入面有足要紧，就是爱整修一寡学舍。所以当初阮咧用的是迄足侪拢歹去啊，但是独独伊遐用真好的迄个稀土器的迄个木材。当阮拆到厝顶的时阵，迄就讲，你这遮侪年啊，50-60年啊，这可能无啥把，结果迄个工头来这来看，内底除了拢总是树叶啊以外，迄香味就是稀土器的香味。这嘛亲像有上帝香味的所在。咱要去维持即款的环境，真无容易，就是爱人力甲物力。我即道登去迄条大沟，即仔鱼搁遮大尾啊！吼，真水的所在。我当下去，甲阮太太、甲阮囡仔、阮三个因为要上课啊，所以伫学期要结束的时，阮去我上爱的溪头甲三峡溪。溪头即摆是沦陷啊啦吼，普通时啊拢科拢人，你知影？圣经学院除了迄个海拔以外，无较输溪头甲三峡溪。邀请大位会当来遐，伫遐为着咱的信仰，3暝2暝，4天3暝，伫遐你无法度黑白走。无想讲你若伫南部，我转来阮兜一个，我袂去摕物件，我转来摕一个。伫遐你就伫遐安静，伫遐专心来学习，甲上帝伫遐有一个真好的即个对话甲熟悉。咱会当用遮，咱会当用牧区，咱会当去遐做灵修。伊有开真侪互牧师的课，伫伊辛苦的过程内底，心会通得到休困；互伊辛苦的过程内底，会当搁得到快乐。伊嘛要为着咱的会友兄弟姊妹来开课，即个课会当咱叫做 tailor-made， 就是量身定做，照咱的需要，咱会通开遮个课来甲咱伊找师资，甲因家己的师资会当来甲咱开课，就是邀请各教会来了解，这是属于咱总会的一个机构，属于咱总会伫遐转型，要追求另外一边的成功甲荣耀的一个行业。期待大家做伙来。做伙来帮赞大岛，也为着因所欠的即个金额来努力。伊即马迄工去，院长讲，即马剩2000几万尔啦。嘿，因为疫情受足大的影响，所以伊的设备各方面拢渐渐会当提升，就是期待有较侪即个
兄弟会当做伙来。当咱信主了后，咱是毋是搁一遍来反省？每一个阶段，我伫信仰内底，我伫找啥物？20岁时咧找，到40岁咧找，到60岁咧找，伫信仰的内底，无定上帝伫咧身躯有无相像的吊命，无相像的期待伫咱的心上。咱来去想，我要找啥物？我爱做啥物来回应上帝的赏赐？就亲像迄个领5000的，爱去做5000相像。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就你会当真有气力、意愿去甲即款的听来宣扬出去。咱会当招搁较侪人来甲咱做伙分享，招较侪人来甲咱做伙敬拜上帝，互咱真侪一个上帝所看做好的使徒来服侍伊领受主的恩典。因为伫服侍的过程的内底，咱就会当去体会领受上帝更较大的恩典。愿上帝赐福咱，伫咱要过来每一个脚步，咱做伙仰头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阮是你创造，阮也是你的，阮是你所疼的羊。主，你有眷顾，也阮要负起阮的角色，互阮知主你伫阮的心上所下的计划是啥物。阮就愿意伫阮的信仰内底，伫阮每一日的生活内底，就要努力来实践，互主伫我身躯的疼会当到伫搁较侪人的身上。主啊，你帮咱保守，互阮真侪你的使徒会当为主做较侪工，领受搁较大的恩典。感谢主，你保守这么久的时间，也要过来脚步时时拢有主你的带领甲祝福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回应诗第379首，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
咧，咱为着咱听着林长老对咱讲道的内容，咱嘛当问咱家己，我来遮要找啥物？你是毋是有愿意讲主啊？我愿意真做教会调酒，为着上帝的工奉献我家己，来互咱家己受培育，互咱若是真做信徒，咱搁真做使徒，有行动力来引带搁较侪人来回应主、接近主，得到上帝的祝福。咱若常时为着咱国家疫情来祈祷，特别伫10月开始要开放咱国家的大门，要有观光，求主保守，互咱台湾无因为开放观光疫情变严重。咱也为着国际中间乌俄战争的这战争来祈祷，求上帝怜悯带领。咱也为着咱下晡咱的清风敬拜中心开始礼拜，咱来祈祷，毋望迄个开拓是真做得人若得去的时间。请咱举起咱的双手，咱喊三声主，咱开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我哋为主耶稣，主啊，我恳求你，是阮来带领。主，我听见主你所差遣的罗卜林长老对阮的分享。主啊，阮的亲像大所咧找阮，我咧找啥物？主啊，阮是来到教会，我问我家己，我咧找啥？主，我咧操作，互阮一个救赎平安的主。主，我相信。这中间你互阮兄弟得到，就是我毋通家己得到，我们拄着阮的生命中间的以赛亚，我们互生命互主你来引带阮，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毋通真做信徒，我都愿你来真做教会调酒，奉献阮的心力，奉献阮的金钱，来真做上帝国的领导的事工，我路用愿主你心带领，互阮的生命互主你引带，互阮会当引带济人的生命来得到主你的救恩，互阮真做有使徒、有行动力的主导来引导你。主啊，若恳求你帮助，伫国际中，咱为着乌俄战争的战争，阮恳求你早一日来平息这个战争，互乌克兰来恢复过往的过去的平静。主啊，你保守阮台湾伫这10月要开放观光的这大门，愿主你保守互台湾无伫遐咧的政策来互台湾疫情严重。主你也带领阮下晡，阮清风敬拜中心的开始礼拜，愿上帝你使用这个敬拜中心，互阮全体一同心合力，为着主的福音，以遐来传播主的福音，互以遐互更多人得到主的救恩。愿主你使阮带领，听阮祈祷。是阮听的上帝，阮会出面前来祈祷。主啊，当我来到教会，我问阮家己，阮来遮找啥物？我要对上帝你的话，得到上帝你予的平安，得到上帝你话对阮生命安慰甲鼓励，互阮对属灵生命得到开展。主啊，我毋但要真做信徒来跟对你，主我嘛要真做使徒，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使徒来传主的福音，来为主的做工。主，我们毋忘，我们主的祈祷，互阮的生命真做教会调酒，无论阮的金钱奉献，无论阮的气力，愿拢要为主你来献身。主啊，互阮会当接受门徒训练，互更侪人来听见福音，接受福音，生命得改变转变。主啊，恳求你使阮带领，特别伫阮下晡3点，阮的清风敬拜中心要开始第一场礼拜。主，阮知开拓时的时光是极其挑战的时光，总是我无惊吓，我无论的，我要我靠信心的开力，互阮伫清风的中间大做工，互一人要因为阮所做的工，看听见福音，接受福音，互因的生命得到拯救甲改变。主啊，恳求你使阮带领，互阮有种教会阮的牧者、阮的长子、阮的兄弟当信者，为着阮清风敬拜中心献阮的心力，互遐福音来讲传，互遐教会受起做，互迄所在真正蒙福的。主，恳求你使阮带领，听我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会众请坐，这时请祭司来收奉献。
咱起立来做伙唱奉献诗。主啊，感谢你，互阮有得发财的能力。阮的温事是你赏赐互阮。当咱献上淡薄的金钱，求主愿意祝福愿意献上家己伫你面头前的人，祝福因性命得到丰盛。我靠上帝恩典，互阮伫耶稣基督内底充满着喜乐甲平安。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祝福差遣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祝祷请阿牧师。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祝福。我将你交予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圣手，完全你上帝爸囝圣神有典，点人提名，对这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